能攀高峰，口裏總說想成功，說是最易開始碰釘很痛。女子場地記分賽決賽開賽早段，港隊嘅黃允瑤同埋刁小娟一直排喺前列嘅位置。咁搶咗3次之後，刁小娟同黃允瑤總分分別排第1同第5。黃允瑤困到前車尾轆，咁就出事啦。全人類有火爭勝心，不滿足才進步更高，路由我創，從不屈止進取。昂然豁出，冇諗過放棄我。呢場錦標賽對我好重要，因為呢個我最後呢場。昂然豁出去爭取，全情投入無恐懼，來忘掉自我，今天我心酸，現身的出發，你已做對。昂然豁出去爭取，全情投入無恐懼，來忘掉自我，今天我們發揮自信，同行放低了顧慮，以快樂洗去辛酸，放膽的攀上世界之最，繼續追，有天聽得到世界會